大家好，今日做一個屬於點心嘅小食鮮竹腐皮卷，冇肉嘅，有兩款口味，一款係蠔油腐皮卷，另一款係脆口嘅香煎腐皮卷。兩款口味各有特色。呢度有一啲雲耳，首先用水浸開咗先。浸開咗之後，如果係有硬塊嘅呢，就剪咗佢，跟住拎去沖洗。嗱，雲耳呢，最好將佢剪細細塊。咁仲加咗啲金針菇，去除根嘅部分啦，然後將啲金針菇分開。呢度有半磅紅蘿蔔，將佢切幼絲啊。咁仲有半磅馬蹄，將啲馬蹄去皮。咁你可以跟我咁樣切馬蹄嘅喎，或者切開你喜歡嘅大細。依家嚟開返個混合醬，有啲蠔油、生抽、少少糖、適量胡椒粉，再加返啲酒添啊！攪拌均勻備用。要跟我熒光幕嘅份量開一個稀嘅粟粉水。咁炒呢個餡料呢，要加多2片薑添。加一啲油落鑊啊！燒熱鑊之後，用中大火爆一爆2片薑先。跟住加啲紅蘿蔔落去，將啲紅蘿蔔炒1分鐘啦。紅蘿蔔要注意唔好切得太粗喎。接住加埋啲雲耳啊，雲耳都係炒1分鐘。嗱，而家可以加金針菇啦，啲金針菇都係炒1分鐘啊。可以用筷子嘅，用筷子呢就易啲撈勻。接住就可以加埋個混合醬落去啦，都係用筷子撈勻啊，吸收下啲醬汁嘅味道。嗱，如果水分唔夠嘅呢，可以輕輕咁加少少水添㗎。如果夠就唔需要加咯喎。依家可以試一試味，唔夠味就補加返啲鹽啦。跟住轉去細火，攪勻啲粟粉水，加1至2湯匙粟粉水埋芡就可以嘅啦。剩餘嘅粟粉水一陣間再用。嗱，將嗰啲食材攪勻勻，就可以熄火噶啦。熄咗火，加埋啲馬蹄落去啊！撈勻就可以。
嗱，兩片薑就拎起佢，唔要㗎喇。依家將炒好嘅餡料擺埋一邊啊，略為攤凍。咁我係用呢一種鮮腐皮卷，佢嘅形狀係圓形嘅。首先將佢一開二先啊，然後再對接，再一開二，總共係4張。咁要咩大細形狀呢？係隨你喜歡嘅喎，唔一定要跟我。依家準備一啲水啊，將嗰啲水掃響個腐皮上面，然後加你喜歡份量嘅餡料，跟我熒光幕嘅顯示嚟捲腐皮卷啊，捲厚啲、薄啲係隨你喜歡㗎。嗱，我呢度總共捲咗8條，咁呢度要開一個淡味嘅蠔油水，要嚟最後燴返個腐皮卷嘅。嗱，腐皮卷嘅餡料有足夠嘅味道，燴腐皮卷嘅蠔油水唔需要太濃味。記唔記得頭先嗰啲粟粉水啊？你又留返個可，一陣間用嚟埋芡。依家加返多少少油落隻鑊嗰度啊，半煎炸，將啲油燒熱，筷子測試旁邊有少量氣泡就可以嘅啦，唔需要有大量氣泡喎，驚啲腐皮容易煎燶啊。嗱，開口向下，咁用中火將啲腐皮卷4面都煎到金黃。咁其餘嘅4條做法相同。嗱，總共8條已經煎好晒啦，剩返嗰啲油你倒咗出嚟啊，想點用就點用，用返同一隻鑊，加頭先嗰啲蠔油水落去啊，將啲蠔油水煮滾，滾起咗之後熄咗個火去啊，加頭先嘅粟粉水，埋一個薄芡，呢個芡呢要留意住，唔好太結喎，稀一啲都唔緊要。嗱，我煎咗8條嘅腐皮卷㗎嘛，用4條嚟煮蠔油芡。剩返呢4條就咁食，香煎腐皮卷。咁將啲芡汁煮返滾佢啊！啲芡汁煮滾咗之後，要轉中小火燴一燴佢，將啲腐皮卷兩邊反轉一下，煮大約係2至到3分鐘咁啦。嗱，煮到啲炸過嘅腐皮變軟，你認為滿意就得啦。鍾唔鍾意麻油嘅味道啊？加返少少麻油，味道都唔錯㗎。呢個無肉嘅腐皮卷，清清地唔會好流喉，
咁你鍾意都可以加啲肉絲啊、肉碎落去㗎喎。佢食材又經濟啦，抵食過去酒樓食點心，開 party 做小食一啲都唔失禮㗎喎。好啦，呢個食譜就講到呢一度，有時間請支持下廣告啊！約定你哋響下一集，我哋再見。